市民心声，大家来听。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再次收看《市民心声》节目。咱今仔日呢，要甲大家做伙来关心的哦是霞新症，因为近年来呢，咱台湾哦十大死因当中哦，这个霞新症吼，心血管方面的疾病，会当讲是拢排名伫咧头前几名，而且呢，最近以来也发生真侪件哦，就是有一寡人呢哦，因为霞新症，所以呢来造成不幸死亡，或者是讲吼，好甲在后壁有抢救回来的事件哦，所以这嘛，互咱亲亲感受到讲，咱来正确来认识到吼，这个心血管疾病吼，这方面的知识。咱今仔日呢，市民时声节目特别邀请到哦一位非常关心大家身体健康的医生到咱节目当中。那么这位医生非常无简单哦，伊进前呢曾经来得到美国总统终身成就奖，也有一项就是史怀哲终身医学成就奖。哇，这两项奖项非常无简单，这当讲是咱台湾之光。所以今麦咱来欢迎的这位医生，就是咱台南市副市长严春卓严副市长。咱碧纯好，咱所有咱的电视台头前，咱的市民心声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南市的副市长严春卓医师。今仔日真欢喜受到咱的邀请来这个所在，共同来讲这个，互人会当讲非常重视的这个问题，就是夹心的这个问题。对，无毋对，咱欢迎副市长吼。咱知影讲副市长，你进前来上节目嘛，你嘛捌讲过这个新册啦吼。迄个西本新册，迄阵叫做《第3次世界大战男女吼这个差异引起的战争》，引起了很大的回响。那后边呢，嘛来甲咱讨论过这个防治登革热哦。那么这届呢，为什么要来甲咱讲这个霞新症？这绝对有伊的重要性，对无？是，咱甲看讲吼，大拄仔咱的碧纯讲过，讲咱台湾的这个10大死因啦吼。他们讲。咱咧统计是讲癌症一个项目，对。癌症拢总所有癌症占1/4。差不多每一档差不多拢是差不多有4万人。哦。但是吼，任何一个癌症死亡的数目可能拢袂比夹心较侪。所以心脏病引起的这个问题，他们讲是非常大。是。所以尤其是咱即马吼老年化的这个社会已经来啊。即马人也真无用，压力也非常大。对。所以咱看着讲吼，真侪这个不幸的事件。拢会当发生啦，所以我想今仔日呢，我真欢喜受到这个邀请来讲这个问题，当讲，互咱大家了解这个病了，就知影讲要怎做处理。安尼我相信讲会当减少呢，真侪悲剧的这个发生。对，无毋对，因为这个夹心吼，真正定定听着就讲，哇，可能有出力吼，安尼就种世界就讲运动啦，做侪人讲登山迄落特别定定去听着这个代志。所以吼，咱若要互大家来了解讲，什么叫做夹心呢？咱是不是先应该来了解讲，什么是冠状动脉哦？咱想请副市长以医生的专业来给大家做一个说明。是，咱这个冠状动脉就是讲伫咱心脏顶管的这个动脉啦吼。心脏本来就是大动脉啊，对，本身就一个但是顶管要供应心脏本身这个大动，这个心脏本身细胞的这个血筋，我们叫冠状动脉。冠状动脉。所以所有冠状动脉所发生的疾病，拢是这个冠状动脉疾病。其中上严重的呢，就是夹心这个问题。是。因为这个夹心吼，这个心脏是咱规个生命这个来源。心脏无跳的时，差不多经过3到5分钟，咱脑内底。就无这个氧气吼，那么就容易造成脑死。心脏无跳的时呢，杀去甲咱规身躯的这个血就减少。足侪咱新陈代谢所发生的废物，咱无法度通去照由咱这个血呢，甲塞入咱的心脏内底，再送到咱的腰子，送到咱的肝，送到咱的肺部来做一个废物的这个交换。所以心脏是咱生命这个来源。冠状动脉呢是供应咱心脏细胞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动脉啦。所以冠状动脉有疾病的是咱心脏是有伤害，有生的伤害是心脏较严重，就造成规个心脏袂振动，就生命这个危险就安尼来啊。我想吼，因为最近有发生真侪件，就是这种夹心吼，造成讲有的死亡，甚至讲有抢救回来啦吼。这个状况，我想应该互咱的市民朋友大家来了解一下，你是毋是甲大家说明一下？是，我想足侪人会去质疑讲到底这个夹心吼，有法度通去处理无啦吼？对啊。我想咱其实台湾一档差不多将近8、9千个，是夹心往生去的。所以每一日差不多20、30个啦。但是吼，咱可能报纸无报，
地势无无，但等到一寡名人的时吼，咱当知影了对啊。我想咱要甲大家报告吼，最近我所了解都有3件代志。第一件就是咱这个前咱的经管会这个主委，就是龚兆胜啦吼。是。伊迄个早去参加迄个台湾邮局公司20周年120周年纪念的时阵吼，迄暝伊是来顿食饭，急心发作，结果就倒转去啊。在场听讲啦吼，有3个医师在场，但是无法救倒转来吼。另外一个是这个魏国英，卫生署的署长，伊离卫生立法院呢。立法院甲接顺的时吼，伊即个急性发作，对，伊本身有炸一罐药啊，咱的耐焦灵，对，迄罐药啊，互伊夹落了呢，含一粒了送去台大，给伊性命救倒转来。搁一个是有4个医生吼，伫即个高铁顶悬，伊个车厢内底拄啊有一个查某人呢，拄啊急性发作，这医生嘛束手无策呢，拄啊边仔一个毋是医生的人有准备即个药啊。怎啊含一粒落了，这查某人怎啊切落，怎啊救倒转来吼。所以我想就是讲，这个病毋是讲袂当处理，是会当处理。那么甚至看到真侪医生本身就是疏忽去，嘛是着倒转去啊咧。咱最近知影一个例是迄个基比病院，迄个32岁的外科医师嘛，要开刀进前，要甲别人开刀进前，结果急性发作，救倒转来是性命救倒转来，即马是6岁的智力。所以因某本来是一个医生娘，即摆煞得来照顾即个因即个已经春达岁低龄的即个翁婿就对啊。所以咱就看真侪即个悲剧吼，伫咱即个所在咧发生啦吼。所以我是认为讲会当借由咱对即个病的了解，会当避免真侪悲剧的发生。这是今仔日呢，咱伫即个所在吼来谈论即个议题吼，上大的即个用意。对嘞，所以副市长若无讲，一般人袂去注意到讲，咱台湾一天8、9千人，来因为狭心症来过身，一天平均起来都有20-30个人吼，是非常的侪，20-30个人哦。但是因为平常时就是讲，可能这个病发作吼，过身还是安怎，咱袂去报嘛。当那些名人，刚才副市长讲到那些名人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呢，媒体报道出来大家就开始来注意对所以咱也希望讲透过这些名人发生的事件，让大家了解、彻底了解说，到底咱的狭心症到底造成了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其实讲到这啦副市长咱知影讲进前你伫个台南县市还未合并进前，还有合并了后，你拢真紧因为希望说能够帮那个我们一些民众啊，或者是里长争取一些救命的时间，所以咱知影讲，迄阵你有送过这个里长呢，就是这种舌下定耐脚宁，对不对？所以当时迄个事件，你是大家来佮说明一下，好不？嘿，我本身是79年倒来开业啦是。93年做台南县的这个副县长。这14档的这个中间我有看到真侪这个患者。是，有你疏忽去了呢，就倒转去啊。对。所以我就咧想讲，这个病当时要发生伫什么人的手中，咱唔知影。所以我随时身躯都有炸一罐药啊。我有炸一罐急心的药啊，对啦，我随时拢有炸。耐脚，耐脚。这款药啊毋是这款药啊这款药就是讲伊毋是，这款药咱随时在身躯顶悬啦。随时用会到。我曾经这款药炸咧我救过3个人。一个是甲我去爬乌山的，伊去我甲伊爬是39岁尔。爬到山顶的时，感觉讲心脏只疼，流凊汗，我感冒，我就会急心，所以我咧药互伊食，食了呢5分钟了，佮食第2粒了呢，我送伊去基比病院，这个诊断是读95%的血筋。哇，伊遐39岁读95%，救倒转来了，即马佮活咧。第二呢，是我去拍球的时阵，甲人合作的，一个共组的护理师呢，伊本身拄啊急性发作，伊本身嘛有药啊，叫伊甲放伫车顶，拄啊我有炸，我咱救伊一条命。搁一个呢是伫飞机顶悬，我伫香港要转来，要转来台湾，结果伊急性发作伫机场，伫飞机顶悬，飞机底要起飞啊，讲伊药啊托运行李。我而家就炸在身躯。所以伊无炸的。伊有炸，但伊去行李顶悬，伊无随身携带啦。我怎甲我人救一条命
啊，所以我意思是咧讲，即个药啊吼，咱有相当的即个经验救过吼，有3、4个人就对啦吼。对。啊，所以我咧想讲，你即摆做台南县副县长的时阵，93年即摆做的时阵吼，我著看真侪即个朋友，大家拢是非常辛苦啦。吼，啊，咧想讲，毋知要怎解决即个问题吼。啊，尤其迄个88水灾，98年88水灾吼，迄个时阵我拄啊看到真侪。咱即个村长啦、里长暗时啊拢无困，拢咧救灾嘛吼，拢咧救灾嘛吼。啊，包括在救灾的时阵，我想讲，足辛苦的。所以我从啊伫迄个99年的4月份吼，我从啊当时买500-600罐，送当时的即个村长甲里长、台南县的啦，啊，搁送这个议员吼，啊，甲市县政府一级主管了呢，啊，就即个物件送去了，我顺便附带一个说明书。啊，毋知送去甲我告到对卫生署去啊。啊，卫生署来调查，当时卫生局写死的原因，第一原因是讲吼，第一点我是医生，对。第二点我是送人，毋是卖人。第三我是送互特定对象，毋是啥咧我白送。第四我是有附带说明书，对。所以送去卫生署呢，卫生署敢若一个巡查尔，无讲准还是无准就对啦吼。啊，到合并了呢，咱的即个真侪咱台南市原台南市的里长，啊，甲原台南县的里长，甲我讲，即药仔经有效时间过啊2担半，你是毋是搁送？我讲我既然2担半前送了无问题，当然搁送无要紧啦。所以我就要700-800罐。是。啊，搁送互每一个里长。好啊，我那有一张说明书，结果即间有人去顶县甲我报。啊，结果呢，顶县就讲要来查。对，讲我违反医师法，讲这药啊吼，本身是处方用，咱会使互白送。啊，我认为讲吼，我送这里长，大家拢有可能发生的。我等下甲大家报告什么叫危险因子。大家拢有可能发生的嘛。啊，所以我送我甲因做说明，毋是讲叫伊黑白食，有镜头的先当食了，对啊，讲咱讲普拿疼共款。你头壳疼食。啊！你发烧当食，平常时你也无安那免食，啊，咱共款计什么时阵爱食就对啦吼。啊，即届呢，但是落尾呢，一个严重的医师出来甲我反对，讲这应该经过医师的处方，才会使互伊。是。所以是我就是讲好，这事件闹甲遮大吼，我从啊甲收转来了呢，从啊放入卫生所。啊，即个村里长要爱即个药仔来去卫生所，卫生所医师看。互卫生所医师开互伊就对啊。对啊。当时是做安尼处理啦吼。啊，所以这是意思是讲，你这个规个这个法的中间。对。吼，当然是讲伊是处方用药嘛。我即摆是希望伊做指示用药，毋免经过医生的处方嘛。啊，但是我落尾吼，这代志过了，我有去卫生署要求讲，改做指示用药。是。这开会顶本身是无过啦。无过哦，他没有通过，没有通过，目前还是维持处方用药。所以我咧想讲，啊，要安怎处理？我总要印一个卫教卡，是，总要细个吼，讲教讲要安怎预防这个病，要安怎食这个药啊？啊，伊个你家己去药房客，还是去医生馆客，叫伊开互你就对啦。所以我总要印卫教卡。就是像这一对啊，四个咧做宣导，上面人较会得了夹心症，上面款的镜头，啊，要来处理这款药仔就对啦。对。所以我想用一种。无共款的方式，互甲大家教即个知识，无送这个送大家知识，互大家吼了解这边怎处理就对啦。对啊，所以当时发生这个代志的时阵吼，其实呢有很多人其实是非常支持吼，咱副市长的做法，因为真正你想想吼，若是假心症发作，你马上甲抢救，迄根本性命就救袂回来嘛，对无？啊，当然嘛是有一寡反弹的声音，认为讲，可能有的人伊无法度判断讲家己到底是不是得到假心症，啊，食落去惊讲有危险嘛吼，啊，所以当时咱知影讲副市长你也是有讲说，是不是可以参照这个紧急医疗机制来放宽嘛？因为像伫美国有一寡药啊、等药啊，他们就是在药局就可以买，对不对？对，我们经过医师的处方，但医生要教讲，那个指示要怎么处理，就像普拿疼也是一样嘛。是，我们就不要管说你是不是败血症引起的发烧，还是一般感冒引起的发烧，你是不是因为血压引起的头痛，你是不是因为脑瘤引起的头痛，你只要症状都赶快先吃嘛。是，而且假心症这也是赶快，咱希望讲，心中杂杂安然疼，佮流凊汗。佮头壳戆的时阵，紧食一款药仔就对啊。咱嘛是希望当达到这个程度，但是呢，中央无互咱过。对。啊，无咱就看真侪悲剧的发生。啊，但是吼，这款药仔自从报纸顶出来了吼，
离迄个市面上足侪人知影，拢去买。所以台湾唯一的药厂辉瑞药厂，伊即款药本来我咧用的是68块，即马起到85块。哇！表示真侪人去咧买就对啊。我认为讲，这就达家救人的效果啊。是啊，系啊。对无唔对，所以我想这个药的重要性跟就到底可能这个法的部分，我们台湾这边还是有待修法。还在努力。对，还在努力要对。那我们要透过这个正确的知识、健康的地球，大家知影了后，靠有法度帮助来。这个修法的部分嘛，可以让它好好的进行。所以接下来，咱要好好来请教的副市长啦，还有咱民众了解讲，到底这个冠状动脉容易发生伫什么人身上？因为拄则咱有讲到讲，为什么当初你会想讲要选择上好家的里长，应该有它重要的一个原因在嘛？因为可能他们的年纪，或者是他们比较容易会得到这个狭心症，对不对？是，咱注意甲看我卫教卡顶悬的生安尼就对了。是。我先第一个题目是大家讲什么人会得到夹心症？咱先看危险因素啦。危险因素有10项。其中呢，愈侪项的愈严重，表示你得接生的机会是愈大。是。第一项就是高血压。高血压嘛。高血压血压悬的时阵咱血压悬的时阵，咱本身的这个血管血压悬的时，咱本身血管壁所受到压力就大。是。压力大的时候，迄个血筋较容易硬化，较无弹性的对，较无弹性，较无弹性的时呢，本身就是应该开的时就开袂起来，应该缩的时缩袂落，是，所以就较够塌掉的。所以高血压的人伊较会得夹心症是这个原因。那高血压的人很多很多，对，很多。第二呢，就是糖尿病。糖尿病，这嘛足济啊。糖尿病呢，是安那？因糖尿病本身伊伫迄个血红素内底，伊会甲即个血糖卡伫遐啦。但伊嘛共款是迄个血糖迄地会当吸收即个氧气。所以你血糖愈侪的时阵伊氧气携带愈少。愈少的时，伊杀去到咱的周围内底，即个氧气愈少的时，血筋愈搞硬化，因为血筋本身嘛细胞嘛，因为它没有氧气供应嘛。所以你看糖尿病的人，几乎全身的这个血管拢是歹去。包括腰子的血筋呐，所以定定伊会出伊会变规个腰子病，嘛定白来讲。即摆骹四周围这个血液循环歹，所以若长着了呢，定爱烂骹。所以拢袂好嘛，所以糖尿病是第二原因。第三是血油管啦，因为血油管了血筋较会硬化。看你会血管动脉硬化肥胖才会这样。不是迄个胆固醇高，血脂高啦血脂高这个血脂高的时较容易较硬化了，这个血筋较袂灵啦。就讲伊要开的时袂开，伊要缩的时袂缩。所以就容易造成整个冠状动脉的硬化疾病较好产生。第四就大箍啦。愈大箍的人呢，伊的心脏负担愈大。因为咱心脏是要甲咱这个血杀到每一个细胞嘛，你愈大颗的时，这个细胞是愈大粒嘛，这个细胞数目愈大，所以心脏爱杀去这个规个这个细胞内底这个功能也愈大，造成对心脏这个负担。所以你讲咱本身60公斤的人，伊本身呢伊的动脉、微血管甲静脉差不多是地球的3年半，差不多10万公里，60公斤啦。你若80公斤就乘以1.3了嘛，所以表示讲，这个人愈大颗的时，这个血筋，这个需要营养素愈大，血筋是愈大，愈大的时，心脏负担是愈大。所以为什么肥胖是一种病，是因为这个关系啦。所以第四就是大颗嘛，大颗人讲是安怎看，当然做这种无共款的算法啦。看什么BMI什么款，我甲大家教一个简单的，就是查甫的减105。减105，身高，然后加减10，查某减110，加减10，对，嘿，10% 以上就是伤大颗啊。比如讲以我来讲，我即马是180公分嘛，我减105 75嘛，75加减7.5，我的70我82.5，以来我阁无算大颗，那以上我就算大颗啊。所以就是讲肥胖是安尼算。是。第5是食薰嘛。食薰会引起真大这个问题，因为食薰薰内底有几啊种这个化学物质，有出一种毒物啦。其中2种上毒的，一个是焦油，焦油伊会引起肺癌，一个是尼古丁，
你有互你全规身躯的这个血筋哦，拢缩掉的，拢缩掉的。所以食薰的人，伊所影响的，唔是干那讲心脏血筋尔，包括四周围拢共款。所以包括这个周边的这个动，这血液循环都会受到影响。所以食薰呢，是第五危险因素啦。啊，第六就查甫人，45岁以上，查某55岁以上。这差别是为虾米？查甫会比查某低？哦，体重较重啊，查甫负担较重啊。嘿啊，所以查甫伊查甫嘛较有攻击性，所以心脏负担较重嘛。啊，查某55岁是因为女性荷尔蒙。女性荷尔蒙本身会保护心脏。哦。啊，55岁以上的女人，大部分都快要停经了。所以女性荷尔蒙就相对减少，更年期。所以她就比较容易得到。像咱施季青，65岁往生去嘛。啊，迄刚迄个球场迄个，75岁。所以女生在55岁以上，就心脏病就好发，因为女性荷尔蒙就没有了。啊，第7个是家族史。就是你的血，你的这个3等血清内底，有夹心症的人，你本身得夹心症的机会就愈大，所以叫家族史嘛。啊，特别是不运动。运动是一个做有效果的这个防止心脏病发生啦。为什么运动它可以让你本身的血液能够循环嘛？啊，运动嘛啊，所以运动各分做运动概念是安尼啦。就是较早咱对运动无了解，所以伫民国83年开始在美国的运动协会有讲什么叫运动会让你的心肺功能增加，所以开始强调要运动。啊，运动的方式给你定起来讲是叫做短时间大量流汗的运动。你所讲的这马拉松，甲三铁啦。啊，但是真侪马拉松的选手甲三铁选手呢，因为运动了呢，往生去。对啊，所以你87年的时阵，1998年时开始有改变，建议中度，中度啦啊差不多定一个333。中度运动就是讲咱的爬山啦、快走啦、慢跑啦、舞蹈啦、游泳这个都算，瑜伽这个都算叫中度运动。那么333就是说你1个礼拜是做3天啦，啊每一天做30分钟，30分钟啊，每一分钟呢，要让心跳跳130下，叫333到130下。对啊，但是呢，这几年又有个改变，他们强调是1311，就是讲1个礼拜一天运动3次了，啊一次10分钟以上，那每次让心跳跳110下，叫1311了，就是讲一天运动3次，啊一次呢10分钟，啊，每一次让心跳跳110下，啊，但是运动还是一样，就是讲中度运动，就是瑜伽啦、跳舞啦、爬山啦、快走啦、慢跑啦，这个等等都是，游泳这个等等都是强调这种运动的啊，所以为什么运动会有这个好处呢？因为运动会让你的所有肌肉都放松。咱知影讲咱人敢若一条心脏尔。这个心脏是负责把我们心脏的血液打出去，然后经由动脉传到微血管，再经微血管呢传回到动脉、静脉，再到心脏嘛那么老天只有给我们一个心脏，但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建构第2个心脏，但你这第一条心脏，第2在什么地方？在微血管旁边呢？等于我们自己的心脏是把血液打到微血管，那么如果我们能够建构一个心脏呢？从微血管把血液打回来的话，那么本来这个心脏里面的负担就减少了。那要怎么打呢？因为微血管在什么地方？在肌肉、在关节、在韧带。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让我们的韧带更坚强，让关节更柔软，让肌肉更有弹性的话，那么我们就能够建构第2个心脏。会让第1个心脏负担减少，自然就没有这个问题。所以胖的人，他如果有运动的话，那么他心脏病就比较不会发作。不是截然一个因素了。所以我都强调讲一定要运动。对。啊，过去的运动在20世纪我们强调运动是改变心肺功能，但是21世纪我们强调是运动可以改变大脑。所以运动可以防止失智。
因为到大脑血液就增加嘛，血液循环增加之后，大脑就比较不会退化掉，所以运动是非常非常重要。第8个是运动了哈，那第9个呢就是精神或者工作压力大，我想这是现代人的通病。对啊。那么看到很多人哈，包括施季青嘛，包括荣祥，包括某贝啊，包括马兆俊，对，包括以前的廖丰德，数不清的人，在我们四周围，包括我们去年里长要补选的时候，李西刚啊、老处理，那个里长，那个里长，对，结果要选举第1天，翁先去啊，对啊，翁先去，压力太大。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些我们都看得到这些人，其实我们如果能够自己备一个药的话，那么在第一时间马上可以自己服用，就可以避免这种悲剧发生。你等下别人给你救，拢救不好啊。就是讲精神或者工作压力大，第9了。那我想有些人是熬夜，有些人是一直在工作。那我们就曾经看到15岁的孩子，因为打电动玩具打2、3天，啪了。哦，迄嘛是吗？15岁呢？他可能是打电动玩具打到精神压力大，或者说作息时间不正常，都可能，都可能。第10就是作息时间不正常，熬夜的人，无休困的人，咱若有正常的休困的人吼，伊会当脑内底会当把做这物件清掉，咱的这个规个这个血管把很多东西清掉，就比较不会。所以这10种因素里面呢，你看你到底有几种？那如果这个越多的话，表示呢，你本身得到心肌梗塞的机会越大，那越大的话，表示你自己要做处理啊。那像我本身呢，为什么我要携带这个药呢？我本身都第6嘛，把我的秘密已经透露出去了。你莫讲人本来唔知呢。超过45，第2是家族史嘛。哦，家族史。这个袂好，这你没有办法改变。我阿公、我阿伯拢是嘛。哦。那3等亲内底都是，我在做。第9是我的。对啊。工作压力大。你的工作压力应该做大吧？是啊，像最近咧宣导登革热嘛，那毕业典礼嘛，南铁路地下化这个问题嘛，吼，姐吼主持期间啦，吼所以压力足大啊，所以10项内底我有3项。安尼该影响到你的生活作息？没有，我还是晚上都11点睡觉。都还是要自己保持。11点到5点钟，5点半起床啊。我们生活作息是没有问题。就没有问题。是工作压力大哈。所以我认为说我是一个危险群。但是很多人比我多很多的项目。有的人可能全部都有。对啊，他本身不去处理嘛，所以我觉得这个悲剧的发生不是没有原因的。所以我是自己随身呢都要携带这一瓶药。一方面是救自己，一方面是救别人的。所以为什么强调说每个人本身呢，都会随时要携带，因为什么时候发生你根本不知道。对。我们看到前面龚兆胜先生的例子，就很遗憾啊，为什么他没有带呢？因为他本身没有这个疾病。那为什么魏国威有带呢？他以前有这个疾病，装了一支支架。所以伊该炸一管，炸一管救了家己，你无炸，所以第一次发作可能就走掉了。就像以前我们这边的王国清，对，的背山啊，伊本身嘛有药啊呢，伊放你车顶，就袂付去客啊啦，嘿啊。所以一定是要随身携带在身上。所以我是呼吁大家要好好认识这个病，好好认识这个药，好好知道这个药怎么去做使用。有当时要救什么人，咱唔知啊。对，那副市长，如果照你这样讲啊，那是不是我们这些就是有这些危险因子的人，尽量都要带着药在身上？对，我是觉得，我当时在跟这个卫福部讲，就是讲说因为每个人几乎都有因子嘛，那你就只是用药就给他去买，在药局里面买，也没有增加你健保的负担啊。只是用药自己要付钱的嘛。爱都不爱啊。所以咱就只好是讲去医生管客啊。所以咱即马得讲民众要摕到这罐药啊，伊要安怎去处理？伊要去医生管，和医生看。和医生去经过医生的这个。医生不一定会给你啊，为什么？也不一定，因为他觉得你没有。如果你20岁，他怎么会给你？像那个奇美那个医院那个医师就30几岁，他怎么会给你？不会啊。他就不会给你。前几年有一个成大的实习医是27岁啊，2天执业，第3天就扣下去就走了。他不会给你，他认为他年轻啊。但我说过了，什么人都可能。我那个朋友39岁，对啊，他95%。哇，
他有所以伊可能39岁嘛无伤对啦。大口抽烟又熬夜，血压又高，所以你看嘛，还好碰到我把他救回来，是啊，对啊，真的很幸运对，那副市长是不是可以跟大家来讲一下，讲咱若亲像讲这个冠状动脉疾病发生的时阵，到底是什么款的状况，是倒大无爽快？咱来看这个卫教卡的这边啦，是另外一边卫教卡这边咱来看这边。副市长特别甲放大，要互大家看清楚。我放大看大家看清楚来咱急性发作的时阵咱的胸胸坎头前。才会杂杂安安疼。倒边还是全部拢会？无一定。就是胸坎头前。对，我迄个朋友是对正边开始。正边开始。你心脏的神经咧疼，无一定对对心开始疼。大部分是这边倒手边开始咧疼，胃无一定啊，胃是胃开始咧疼。但只要你这个杂杂安安疼，有头壳戆流凊汗。头壳戆，搁流凊汗。为什么？因为你冠状动脉疾病发生的时候，你心脏比较不会跳动。所以，因为它有些细胞死掉了嘛，它比较不会跳动，所以伊这个血也撒不出来，撒不出来，你也感觉你头晕会流凊汗，所以变成是如果是胸痛、胸闷，它又合并盗汗跟头晕的话，那么这就可能是了，就可能是对，这个痛它有时候会延到你的左手、肩胛骨、下巴。牙龈的地方牙龈也会，对，它是延过去的，对，你刚刚底下延过来这边爱疼。但是主要症状是合并盗汗加迄个头壳戆。你若干那十仔人疼是无一定是啦，因为咱这物件真侪病嘛，包括筋络掉伤啦，咱喘气袂顺啦，拢有可能是安尼但是一定要合并盗汗。就是胸闷、胸痛合并盗汗跟头晕。有人讲说那个胃食道逆流是不是也类似的状况？它会，但是它不会。盗汗头晕所以要合并这两个。对，一定要合并了老年人比较不会痛，会闷闷的感觉，为什么？因为他痛觉神经丧失掉。你会怕不去，所以叫安来安来。这个时候如果你就是头晕跟盗汗是个很重要的合并症状，你要赶快先服用。是啊，就要紧甲这管早来辛苦要紧拍开，紧来处理啊。是啊，所以伊要用的时阵，伊是舌下定嘛。所谓舌下定应该要怎么用？放在舌下吗？因为这药伊就是讲伊要马上发生作用嘛。是。这药做到当着烂，就本身就化去。对，化去。所以你得要拍开内底25粒是拢吞落咱食一粒就好啊，甘多脂下底，因为脂是咱这个身躯上低的所在，所有的唾液交接出来拢总有，所以你会开始化去，这都要血管改一条血，伊个怎样规个吸收，马上到心脏，那你这时候赶快就要叫119，你叫来紧叫119啊，对啊，119了你就假使讲119中间的等，你若无效，紧甘第2粒，搁无效紧甘第3粒。隔5分钟嘛？对，要隔5分钟。对，因为它有一些副作用所以你来跟上病而且也要想好时因为所有的心脏夹心症的发作50%是在晚上，30%是在浴室里面。所以我是建议讲，除了你身上带一瓶之外，浴室还要再放一瓶。所以浴室是很容易发生狭心症。因为也是浴室内底空气都未流通嘛。咱本身伫浴室，咱各位是生活变化较大，所以气温的对咱影响较大，血管的变化较大，血压变化比较大，所以它比较容易发作，所以浴室要准备一瓶，湿剂清就在浴室里面发作的，然后呢，卧室里面准备一瓶，为什么？因为晚上咱睡觉的时咱困，咱困嘛倒来时咱本来较袂喘气较无力嘛。真侪查甫人会乾，氧气拢不足嘛。如果发作的时候，咱暗时电力拢切花。你发作的时候，你可以要开电话，佮摕起个药是拢伤慢拢袂赴所以你要放在床伸手可拿的地方。万一发作的时候，赶快先吃一颗，来做处理。对，所以虽然是个小小动作，但可能会救到什么人不知道。所以这个药其实是蛮好用的。
今仔我毋是咧广告这个，我是讲附带甲大家讲，这款药其实救真侪人。对。吼，救真，所以呢，我想着讲吼，那我讲一解，你症状开始发作的时候，赶快得要跟食药啊。对。含在，然后马上叫119。5分钟之后如果没有效果的话，含第2颗。在5分钟如果没有效的话，再含第3颗。随身携带。吼，我是浴室，甲卧室，甲我运动的这个跑步机顶我拢放一罐。然后打开之后一定要把它锁紧。锁紧。你这药吼，当着迄个潮湿的派去啊。所以你要看起来你要较无潮湿。为什么它要放在舌下？因为舌下容易潮湿嘛。它就赶快消耗掉了。得大家注意吼，瓶外所标示的有效日期。我这罐是到107年12月。所以这罐的有效日期大概是多长？2年半。2年半哦。那之前为什么有人说是半年？是因为打开还是？它可能打开也不每当冻到半当嘛。其实它外面都有写。这拢有写。写你看。2017 12月。对，有写那个2017 12。是啊，不是半当的，它2担半。而且它的瓶子特别有做的那个咖啡色的。它为什么？因为它怕太阳晒。怕晒。所以它以前有做黑色，但黑色怕说里面没有药，你不知道。所以它做成那种咖啡色。才看得到。一方面防止阳光，一方面是说你可以看得到。所以就放在口袋里面。所以你的建议就是说，最好就是比如说浴室啊，跟你的卧房，还有自己随身携带，那就要买3瓶嘛。因为这样子分装的话，效果会比较不好。它一盒是4瓶，1盒4瓶，所以就是买1盒，然后放在不同的地方。因为医师不可能给你1盒嘛，但是我想在这个地方，我当然不能叫大家去药房买了。对啊。不过就是说，你看你的医师要不要开给你。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非常重要。我们看到太多这种悲惨的例子都可以避免的。对啊，所以其实就是说，有像刚才那个我们副市长讲的这个卫教卡里面嘛，这是放大卫教卡里面这些比较高危险因子的人其实就是讲会当去有医生看卖伊其实像阮公司嘛有足侪人因为大家工作压力大，但是可能就是只有40出头、50出头，然后就有那个狭心症的问题，然后就是说一开始都觉得很看完那闷闷的这种情况，持续好多天，然后后来去给医生诊断，真的是后来真的是。他那个大概比较。那时候发作是没有生命危险，你会怕它没出来呢。你这我讲就初期的症状，所以你会头晕、会流冷汗，一定要先服用，一定要马上用。对，因为它可能就生命危险。对。那副市长，如果说是那种情况嘛，就是说他让医生诊断之后，有些有必要去装支架，对不对？但是医师去做诊断。那医师诊断。对，他们一般来讲，我们差不多筛了75%以上，才考虑装支架。对，那有些人，比如说他还没有塞到那么多，那没有装支架，那他就是应该要随身携带这种药。我说你很难去，也不是每个人都会去做检查，因为你检查个血管摄影或者256切都要1、2万嘛。你就是不管了，你就反正带这种药嘛。对。检查就检查，不你要带这个，因为他有时候不是动脉硬化，它只是它有时候是抽筋了。对。所以你讲15岁的囡仔是安往先去，它不是动脉硬化，伊是动脉痉挛，规个旧筋全部规个缩掉的。所以迄个时阵伊也食这个药，赶快嘛是有效。因为你本身无可能去15岁囡仔，你哪有可能去做诊断？对啊，不可能。没去想的讲他可能会有狭心症这种问题嘛？对啊，对，所以就是会变成是这样子的情况啊。对，所以那这样子的话，副市长我们要跟你请教，就是说，那这种药。大家就会想说，它这么好用，那是不是有什么副作用？它有，因为它血管扩张嘛，所以它可能会造成血压会降低，它可能会造成潮红的现象。潮红，血管扩张，你脸部就会潮红，这一定的嘛。对，大概就这2个。这2个。其实因为它的一些副作用基本上都不会属于。有生命危险的副作用是没有生命危险。对，但是你想想看，你如果是已经头晕流冷汗了，你不吃，你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对啊，救命较重要。对，救命较重要。你就是讲食了，你食了你就倒来嘛倒你血压低那种要紧，面冷那种要紧。我这个药也那天我同学我就吃给他看了，就脸红红而已，像喝醉酒一样。但意思是清楚的。你血管扩张嘛。喝酒也是一样啊，对，喝酒血管扩张，血压会降低，就是让它扩张就对。对，所以它引起的副作用基本上不是很大。
哦，不是。但是它的主作用是很大。等于你伫一个生命危险的中间，甲一个无爽快的中间，你要选择哪一个项目？你要自己做抉择嘛。对，这样副市长讲我们就明白了，因为我看的就是当初的那个你送奈角宁的时候的那些报道，那就有些医生他们是持反对的立场，伊的立场就是讲，万一吼，你这个症状只是类似并不是狭心症的话，食落去哦，伊甲迄副作用讲啊足严重，其实袂。对，我是强调他是要头晕流冷汗。因为你已经特别翘起啊，你无食袂使。对啊。你老唱歌嘛，无你要安那。所以我唔是讲哦，你早早就来食，没有，我说合并它的症状，你才吃嘛。你这你可以医生看就好啊。但你若讲他讲老唱歌，你一定要吃，你不吃不行。我是强调这，所以我就说，让医师事先跟你做个指示。按照这个指示去处理。就像现在哈，我想你就很清楚嘛。你头痛吃普拿疼啊。为什么？指示用药嘛。发烧是普拿疼嘛。医生给你包红包啊，红包给你嘛。对啊。发烧就吃这个药嘛。你就知道啊。那个叫指示用药。那一样，我就指示他嘛。你万一你有头晕，你有胸痛、胸闷，你有头晕流冷汗，赶快吃嘛，一样道理呀。如果你必须每个都让医师才能够给他的话，那你何必要装25颗呢？对啊。你跟教人讲，医生为什么要给你25颗呢？他就是告诉你放在身上，有什么症状赶快发生，你不可能有症状还问医师说要不要吃嘛？对啊，你都没调皮啊，都别护啊。对啊，所以我觉得短短的大概4、5分钟的时间，也没有4，你看那个影片那个大概只有几秒钟啊，对，那个更快啊。对啊，对，其实这个例子，这种病人我看太多了哈。那去年我看到一个在家里咖喱啦，一个 DJ 嘛，我咧讲话是徛安尼嘛。你 DJ 是伫后壁，叫去倒落，我无看到，我徛安尼嘛。DJ 声音足大声吼，拄啊2支脚伸伫迄个音响外口。头前一个医生朋友哦，我一个朋友起来徛起来，怎啊去甲救？当场是消防队来，消防队的中队长那来哦。一个是医师，一个是 CPR 的专家哦。一个是医生哦。我无看到，我怎啊走去一个主导嘛？我个面相安尼。我等到我起来要甲颁奖时，看李亚记，我过，我本来我身躯有一款药啊嘛，伊面都乌去啊。救护车经到啊，送去病院嘛是翘去。就他一倒下来，那个医师马上出来。那个消防队中队长马上到。对啊。几秒钟就到了，结果还是没有办法。嘛是无救。所以他最好是说自己身上带一瓶。那个53岁啊。身上带一瓶，那有不舒服赶快先吃，唯有这样子而已。哇，所以你这个是我的理念。看过太多的这个案例，看过太多的例子，我这些卫教考都自己花钱去印的。我上次送人家是我自己花钱送给人家的。有啊，这常拢讲你好心救做侪人呢。对吧？是啊，真的是呢。其实很多咱的观众朋友听到，可能大家拢会做想要赶紧的准备一罐，因为这个东西你不马上吃，真的是有生命危险。对不对？我是建议说哈，我的卫教卡是无限量免费提供。是。你可以打电话到我的办公室哈，06633037找杨小姐。对啊。一张蛮好携带的，对，蛮好携带的，很清楚哎，很清楚，就跟我们这个一样，对，就一张蛮好携带的哈，就随身携带着，你就随身携带要怎么处理，然后请医师开给你这个药。对，因为有时候你也伤久吼，无去注意吼，会袂记紧，还有但不时摕出来看者，胸闷、胸痛啊，要合并这个盗汗、头晕哦，要合并盗汗跟头晕这个哦，才算是狭心症，可能就是狭心症啊哈。好，那就是。副市长，我还要请教你一个问题哈，你刚刚有讲到说做这个 CPR 有的人啊，讲万不离真正身躯顶无这个药啊，真正发生这个胸闷、胸痛啊，然后又盗汗啊，又头晕怎么办？是不是有一种自救的 CPR？ 它其实这种 CPR 哈，在网络上面传哈，对，有一个问题啦，对，到底是它的是不是很正确？不是很正确。你想想看哦，你胸痛你怎么敢咳嗽？因为已经很痛了，再咳会更痛，对不对？所以它这个指的 CPR 指的是什么？就是说你万一你心脏觉得心律不整，对，心脏跳动不规则，它的 CPR 是这个意思。就是你要深呼吸、咳嗽，
深呼吸咳嗽，因为你本身都已经很痛了，痛到流冷汗，你怎么可能那种力道再去深呼吸呢？再咳嗽呢？不可能。啊，所以这个流传的就不是真的吗？就不是，它是可以用在什么地方？心律不整。哦，用在心律不整的。对。深呼吸、咳嗽，这个用在心律不整，它可以让心脏跳动可以规则化。哦。对。所以我们今天副市长来帮我们澄清了一个大家在网络上看很久都搞不清楚到底是真是假的哈。对。啊，不然就是说，那如果真的狭心症发作，就是真的只有吃这个吗？吃这个啦。对啊，吃那其实我觉得我们要怎么样去让狭心症不发作？对啊，这也很重要。对，我大概跟大家讲，就是说你针对你的这个原因去做改善。比如说你有高血压，对，把血压控制。就是要定期，就是固定吃药。不一定啦，就说高血压也不一定是吃药了。高血压，比如说你的作息时间不正常，那个也是会高血压。可能高血压嘛。那比如说你本身的一个处在那种紧张的状况，你也可能会高血压嘛。对啊，就常常工作很紧张，压力大。那不一定也是要服药了，看什么原因嘛。第二是糖尿病，是你要把它控制好。第三就是你要胆固醇，这个是属于我们本身。那另外呢，在饮食方面，我是建议说大家尽量多吃些植物的东西，少吃动物的东西。那如果一定要吃油，请你是鱼油。鱼油是比较好的。对，它鱼油伊袂跟糖嘛。哦。所以它尽量啉一寡水啦。啉一寡水，让血液能够流通。血里面的浓度没有那么高的时候，基本上被塞这个血液心脏所负担的压力比较不会那么重。所以就是讲，按你来讲你要从饮食啦，要改变自己的饮食，从生活，从睡眠，一定要每天一定要有适度的休息睡眠时间。不然你大概就很困，会很多慢性病跑出来。我常常跟大家讲说你现在的身体保养是为了以后用，不是现在用。所以你现在没有病，不表示你现在不要保养，而是你要为10年、20年去保养。对。所以真的是运动很重要。你的休闲很重要。你的饮食很重要。对。那如果这些疾病你有些疾病是没有办法控制，比如说年龄，没有办法控制啊。你的家族史没有办法控制嘛？就像我一样，为3个。这2个没有办法控制。那我工作压力大，是因为我本身当副市长。对啊。又要开会啦，主持又要去做很多工作，身兼数职。对，那是我精神压力没有大。为什么？因为我都晚上就躺着就睡着了。那我作息时间很正常啊。那就这2个你没有办法处理。那工作，因为你担任这个职务，工作就很重嘛，你也没有办法处理。你不然跟我营业都没代志啊。所以变成是，那这些我都没有。高血压、糖尿病、胆固醇高、肥胖、抽烟都没有，不运动，我都运动啊。对啊，都有运动。还有你都做什么运动啊？我本身都早上我都11点睡觉，5点半起床。那起床我大概每天都会做软身操，因为你睡觉的时候，你全身很多关节不会动，都没有在动。对。那人的身体就像我们机器一样，工厂里面的机器每天都要给它运转嘛。你要减一块油啊。那我们一样，运动的时候呢，就让每个关节、每个韧带、每个肌肉都运动到。所以你就必须要全身都软身运动。运动完之后，我还用8段锦。然后我还扶杆挺身。扶在栏杆挺身阳台。50下到70下。哇！那我又拉我家的那个举重机。那如果是8点以后出门的话，我还要跑步。跑30分钟，对，大概每天都差不多花50分钟之后50分钟做运动，哇，20到50分钟了，差不多这样子哈。那也唯有这样子才能够让每天充满了活力，但中午一定要休息，中午一定要休息，因为我早上起得很早，对，所以我觉得，其实我说过，真的是你知识懂越多的话你大概会让自己能够保护自己的身体。现在的人的寿命的延长，一方面是因为药物的进步嘛，对；二方面是很多尝试已经有了，很多人追寻这个尝试，他去做，自然就不一定要药物，他可以让自己更健康、更年轻，所以我自己用这个方式来处理，对啊，
对啊，所以我们就是说，除了说，你真的需要吃到这个耐角宁这种药来急救以外对，平常我们就真的要把预防也是相当的重要，可以预防。这个是来的时候你要怎么处理？对。就发生紧急状况的时候，所以我觉得副市长这一张卫教卡真的做得很好因为你是随身携带，然后不然其实很多人，其实我今天如果没有做这个节目，我还没有这么多的，我要有做功课啦但我还不会特别去那个。你好像每次跟我在都说你得到很多东西，真的啊，真的收获很多啊，因为我还要逼自己赶快先做一些功课，还没落亏。好啊。然后就让自己吸收了蛮多的，真的，你刚刚有看我做了这么多的功课，我知道，就知道说我很用心去了解这个狭心症这一块，然后也真的知道说，真的非常非常多，我发生这种情况一倒下，真正的背起来。那有时候像有一次我去那个南泥球场，就跟他们赶地做演讲，你要告诉他们，这个药怎么服用。很多打高尔夫球都会带这个药。对，有些没有带，有些有带嘛。但是就算打高球的人都是公司的大老板，对，经济状况比较好的。那突然间如果走掉的话，整个员工生计发生问题所以他有时候一个人的生命不是只有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很多很多人的。大概在我们有讲到，就是有两个这个台大的医师啦。一个是引导发作。上来到北台大的心救有灯啊，但是换心脏，心脏衰竭，极度衰竭，最后换心。那以后就不能做劳力的工。那另外一个是他在附近的餐厅吃饭，结果发作，救护车送到他台大，他有救回来。对，那本身就是医师了，他本身没有带这个药。对啊。对呀。怎么会这样？对呀，你不要以为医师都很有概念，其实医师有概念，但不一定有行为。不一定会是付诸动作，所以我就说过，那4个医师在高铁上面，结果没有救到那个人，是反而旁边有个人带这个药，对啊，结果救到他。其实这几年来，我一直在很多的社团去做演讲，甚至于很多的不是很正式的场合去做这种宣导。我无非是要大家共同面对这个疾病，这个是可以避免的疾病。这个是可以避免的悲剧我们为什么让它发生？对，因为大家不懂那我要让大家懂，让大家保护自己，那就达到我的目的对，所以我感觉之前迄送这个耐角宁这个事件咱的副市长真正有委屈到。不过但是做侪人做感谢你。是啊，我今日去迄个台北坐计程车。我拄啊和赖市长咧讲话，讲你是甲千德啊？伊讲千德啊。我讲我就是副市长。你是送药啊？迄个你啦？对，我送药啊。送药送到较出名。送到怎么出名？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好事啦。那当然，因为在整个的法令还没有更改之前，我个人还是必须要遵守，但是我会努力去把它突破。对。让它看能不能变成指示用药。因为你本来就25颗给人家。他不可能一次服完了。对啊。你要怎么办？要等到你来才服用嘛？那就你就不用给他。对啊，所以这样也是有蛮。他有矛盾的东西啦。那为什么药局你是要卖给人家适合？为什么视频是一个仿单呢？你就告诉他就一个人使用。就一个仿单而已嘛，一个说明书而已嘛。对啊。那为什么我要做这个卫教卡呢？是因为告诉你要怎么使用。那你网单那么大张，你看不懂。对啊。那这个就很清楚。看开播这做清楚的，一看就知影，大家一看都知道那个什么。所以我是建议讲，你若我最近印一批印袂少啦。你要你来跟我讲，我来寄给你。好，可以免费索取的。是。对。所以这个部分来讲有关这个法令的部分，我们其实是还要守法。我在突破。但是我们希望副市长可以就是结合一些力量来突破。这个就像以前我去推动整个毒品政策一样嘛。对啊。一开始嘛用每个。对啊。他最后发现我是对的啊。后来还得了那么多奖，那么多奖啊！那这个也是一样，连外国都肯定。最近很多人都在怀念说我送这个药啊，他们说你当时讲的是对的啊。那我认为说没有关系，反正我们一时被人家误解没有关系的。但是我们就是觉得说对让人家共同正视这个疾病。那我们也看到这几年因为整个销售量的增加，可能很多人这个悲剧就没有发生了。对。
对，真的，透过副市长这样子来讲哦，那我们就是对这个霞新镇还多了很多的了解，大家嘛还去重视啦吼。所以虽然讲吼，目前这个业务的相关法令吼，那个需要去突破吼，但是我们真的建立这个正常的观念、正确的观念以后，我们要好好去预防，对不对？在法令还没有突破之前，懂了你就保护自己。对啊。法令突破之后，懂了还是保护自己啊。法令即使突破，你也不一定去买啊，不一定会去拿。对啊，一样的道理。好，那我们节目最后剩下2分钟，我们就请副市长把最后你想讲的话跟我们观众朋友讲一下。好，谢谢。我想我今天大概就讲得比较清楚了啦。那如果你有这个10个的其中有1项的话，你就给你的医师看，对，看他要不要开给你。好，那如果请他开给你，就照着我的指示我的指示，然后就可以去做适当的使用嘛。是。那我会把这个印在我的 FB 上面。那你就截取也没有关系，或者转传都没有关系。那我想大家共同来面对这个疾病，有效的预防，那有效的处理，可以让很多悲剧不再发生。对，没错。是，谢谢大家。谢谢我们这个碧纯给我这个机会，让大家做一个比较详细的说明。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副市长，让我们学到很多，而且这个真正是救命的物件，救命的一个议题，然后大概有好好啊看，应该其实可以就是帮助自己，也帮助周边的人那重要的是说，除了这个药物它的使用是怎么用以外呢，平常咱就是爱家己的身体顾好，这嘛非常的重要，这嘛是副市长要甲大家提醒的一点。好，咱再次感谢副市长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副市长，谢谢。那么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市民信箱节目》，就伫这个一段了，咱后礼拜同这个时间再会。